咱即摆所收听的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anet。如果收到朋友的 LINE 讯息，要求你代收简讯或是代打电话，就要当心咯，因为这通常是歹徒正在进行诈骗。请直接打电话问你的朋友，才不会受骗，让自己的荷包失血咯。到退休年岁的朋友，你敢有财产安排的需要？安永信托会当按照你的意思，替你甲老本做上好的安排。安永信托是上有温度的财产托付，会当将你打拼一世人欠起来的老本，用伫上界需要的所在。以上广告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供。你敢知影正毒热点顺路网是啥物？哎呦，连这嘛唔知，我甲你讲，为着要营造安全佮健康的学习环境，教育部和警察机关同齐建立下园周边热点顺路网，查看卖敢有少年家有做不正行违法的代志，好好啊来个反抗抗价，维护下园周边环境的安全。安尼咱下园就会较安全是无？迄敢就讲，到大你就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恁厝内垃圾哦，是毋是定定听袂清楚？转过来，转过去，较准就是收袂到。来，关怀电台即马介绍你一台上新上赞的垃圾哦，会当设定时间、设定电台、锁定频率，也阁有电子显示荧幕。除了听 FM 加 AM 以外的节目，阁会当定时做闹钟啊，嘛会当插耳机。不管厝内插电、厝外斗电池，拢真方便，而且美观阁大方。遮尔赞的垃圾哦，外口无咧卖，只有关怀一声独家代理，专人送家扶上。电话04-724-0922，724-0922。在地声音，在地关怀，关怀本土，关怀台湾，关怀你我每一个人的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即马是台湾时间下晡5点正。欢迎收听厝边隔壁的节目。这个节目伫礼拜一到礼拜六，每一天下晡5点进行到6点。1点钟的时间会按政治、经济、教育、语言甲文化，每一个咱所关心的议题，邀请无同款的来宾，为因上专业、上棘手的话题，甲咱伫空中分享交流。厝边隔壁的节目，用上轻松的心情，找找理念同款的朋友，发挥电台盘山过岭的功能。希望按咱的节目小小的一点，会当结合出济济共心的力量。厝边隔壁，小少来关怀，关怀台湾的好将来。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现在是咱厝边隔壁节目的时间咱知影咱这几遍伫咱因为有直播的即个设备，结果逐个人拢愈侪人伫看拢几万人吼甚至咱的林家良
市场来安尼6-7万人吼，咱真欢喜，逐个人有咧关心咱地方的代志，嘛真欢喜关怀广播电台会当用直播。互咱逐个会当看到咱遮个首长遮个地方的人士，逐个做伙咧为着咱地方的代志伫咧努力。今仔日吼，咱共款特别邀请咱花坛的迄个乡长李成济李乡长来甲咱的节目的现场吼，是毋是请咱乡长先甲大家请安一下？委员所有咱关怀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你真好吼，因为阮伫外面听到的，大家对你拢足学乐吼。谢谢。对你的学乐就是讲你做人足辛苦。谢谢。足拼死吼。谢谢。不时就笑眯眯啦吼，所以我想讲，大概来咱电台差不多拢是即款性质的人吼，无阮看伊笑眯眯，咱毋则敢请伊来。伊若咱逐工都足受气的吼，阮嘛毋敢请。微笑咯，人带大家好心情吼，咱若快乐一天吼，艰苦嘛一天嘛吼，咱会当尽量较快乐过日子。所以即个基本上人甲人见面，就一个即个好的信息先传来吼，迄个感觉就加足好诶吼。是。即几日听讲，咱花坛安尼足无用诶是无？是。最近的活动吼，包括咱咱的白沙屯妈祖吼，来甲花坛公所开业6年吼，我真当初吼6年前啦吼，咱迄阵花坛乡长补选几届政权更替吼政局不稳吼所以一直换一任吼换5个乡长，一任换对，有5个乡长吼，3个选的2个是代理的，所以有5个乡长。哎呀所以呢，我伫咧就任进前。即嘛历史啊！从迄阵我媒体话4年5个乡长。对，所以嘛创下着我历史。所以迄阵我想我政权一直更替政治部所以呢，迄阵我要就任进前吼3天吼，咱是2月11就任吼，进前3天吼。迄天有看咱一般要就任拢会翘桌位会叫先生来看。阮一个代表我问讲，要叫先生来翘桌伊讲免啦，伊就家己看吼，伊来翘就好啊。结果呢，真神奇，伊来翘吼，迄天9点，下早是9点翘，迄下晡妈祖报就来，3点我妈祖报来啊。你事先就知影伊会来？我毋知伊会来啊。你毋知伊会来？我毋知伊会来，我毋知我妈祖报来。迄阵我拄仔伫新港吼但是看电人。阮何必？何必新港遐乡长你紧转啊！白沙屯妈祖来公所啊，讲要停10分钟，你紧转啊！但是10分钟我想讲10分钟转来嘛袂赴啊，要安怎？但是我嘛是爱紧转去啊10分钟到了后呢，伊就咱出去。较大路咧，咱中冠路中山路，整个折返超100-200公尺，佮折返转来较早呢，花坛乡公所乡长是拢是伫咧2楼咱当选了，咱就决定要甲锁来1楼甲人民会当较亲近会当较做较好诶服务所以锁来1楼其实嘛无真侪人知影过来呢内底有2块桌一块是我的桌一块是主编的桌结果呢，伊第2届虽然第1届10分钟出去了，折返了，直接转冲去乡长室。乡长室内底2块桌楼顶还是楼骹？伊我知影伫楼骹，过来有2块桌佮主编的桌我的桌伊个知影瞧我的桌伊用叫我的办公桌本来是看北的。朝北，伊转安尼翘，转个90度，变成朝西。伊甲你敲伊啊？嘿啊，悄的，敲出走转90度啊。嘿用脚翘翘90度了，转个出去，到马路要回来讲要伫遐住假，那迄暗伫遐住假，你事前毋知？我毋知啊，我转来已经翘好啊。你有等着就对了。等因为第3届第2届翘的时阵我无伫咧我迄阵还袂转来等我一转来已经翘，我已经从伫遐要伫遐住假，那一天完全伫遐过夜住假，所以这嘛实在讲来足神奇的，这阮办公室拢伫咯，伊就知影个2块桌过来呢用桥桥所以这2年来其实花坛嘛有真大的改变其实花坛较早派系斗争啥拢真袂顺啦一直在更替所以这几年来其实
咱伫花坛时阵大家有很多人的帮忙，所以都很顺利这政局都很稳拢真顺利啦过来上重要的这样建设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发展，过来公所的财政，民国95年的时阵，花坛乡公所负责公所财政非常歹，薪水都发袂出来咱公务员是初发薪水初10个发袂出来有当啊15都延迟很久过年的时阵我做乡长嘛真头痛，因为员工拢想要领一个红包年终奖金都过年我得四个去借钱种钱，所以那时候乡长真的是很辛苦嘛真辛苦，因为无钱你接的是足辛苦，对，我嘛去负责所以呢，咱即几年来累积了后，咱的财政就一直好，主要的税收就足济入来所以你看甲前年咱累积的超过5亿的定存叫5亿定期所以呢，这几年来把负债还完之后，又累积了这么多钱，所以这几年来咱得安那把这笔钱开始精修公园咱的考证公园、中山公园咱都市计划来道路10米以上的道路2条12米精修要开辟咱甲这基础建设甲伊安那甲伊做好，我想这是上重要，因为这种都市计划已经规划40几年，民国63年公布了，拢无法度执行。所以是民国63年，安尼都44年，到即摆已经44年啊。较早规划讲44年但是还佫无，因为咱即摆中央。迄若白色甲你抗议，会使拖倒转去安尼。着要拢要求废除但是都市计划内就是要有一定比例公园无法度废掉你甲伊限制对地主足无公平，因为即种地你无会顶袂当，无法度起厝无法度利用啥。贷款买卖拢无法度，人也要买无法度贷款所以呢，对因来讲是足无公平对地方的居民来讲嘛，无一个休闲的空间，无一个运动的所在无一个咱中辈时代囡仔会当好佚佗的所在所以呢。咱也甲咧这公园建立起来我想会当互一个，咱会当缩小城乡差距的，就讲咱这登高所在嘛有一个好的公园互咱的一只中辈时代在伫遮坐悠闲的在那边聊天伫遐散步囡仔会当伫遐佚佗我想即个画面会当足好所以咱希望讲会当建立较好的环境，较好的公共设施会当甲建立起来。真好，所以咱乡长我看你安尼讲足欢喜实在是因为真正都有认真做，所以你心肝就足安心足欢喜。不过今仔日就来安尼来看，你做乡长安尼几年？6年，所以6年前咱白沙屯马来过程中其实咱拢有祈求，咱白沙屯马伊拢来咱实拢无停起来，就拢离开。今年我想拄我的任期到12月25已经要落任嘛想来遮佫再次来甲花坛公所驻驾，当然阮的员工甲大家花坛人足欢喜感谢咱做保护遮尔比遮尔照顾遮尔疼惜阮花坛会当来遮当来参拜足侪人足侪人对祈求讲会当未来花坛会当更加进步更加发展，咱的乡民拢会当安居乐业咱的国家会当更加进步。你即边有先求讲即边祈求即个白沙屯妈祖会来公所无？你讲其实即6年来阮甲主席代表拢逐年拢有伫遐求，因为即6年来伊拢大多数刚近2年无为纵贯路为行江水路所以呢逐年拢有求，但是逐年就是安尼拢无资格拢无停。过就对，过，但是就无停。对，今年佫停。所以你若毋知伊会停未？对，我讲到今年，所以大家事主我真正大家真欢真好。我想这嘛是因为恁有足照起工咧做，足有认真咧做。等今仔日我想最近伫中华县即个白沙屯妈祖的即个
即个故事吼，安尼逐个安尼流传报纸嘛，安尼咧报吼。哦，今日咱自由时报、电视报最近今日咱下晡去出来报迄个，是。啊，所以你是亲身有感觉到的吼。是，对啊，真正啊，我讲嘿啊，真正嘿啊，咱这6年来真正也是蛮顺利的吼，真正咱的乡情吼，有真大进步。我想伫遮真特别，就是讲，因为今仔日嘛有看到即个苗栗诶，即个原来的县长讲伊也要搁选吼，啊，以前是欠钱欠上厉害的吼，啊，欠甲互即几年即个苗栗县长。就敢若借钱，都袂付啊！即摆伊要搁倒转来，要搁竞选啦吼，所以这嘛是一个真风气的一个讲法吼。所以伫遮我咧想讲，你先啊会当，咱过去都拢欠钱，啊，你来做先啊，都靠钱通用。啊，搁会当行政务，啊，搁趁较侪钱，啊，搁甚至啊，搁有5万箍的即个。定期存款，这是一个足大的即个变化嘛吼。5亿啊，毋是是咧5万箍算了，我讲啊老讲你吼，5亿，即个我想，即马拄蔡英文总统伊就任嘛2年吼，所以甲即个有啥物关系无？其实吼，咱这主要吼，即几年来其实吼，花坛有真好地理位置吼。伊伫中华甲万林的中啦吼，离台中嘛真近，所以其实即几年来吼，建案投资嘛侪吼，所以呢，足侪伫遮投资建案，其实这基本上都提供很大的税基吼，会加真侪税收。就是起厝就对。对。以前是咱袂起厝，现在起厝较无遮济，因为即摆中华市发展真饱和吼。会当起的拢差不多啊，而且嘛真贵。在起对恁咧。对，所以真侪拢一定发展来回答。所以即几年来吼，中华县人口数一直在减少，包括咱的迄个中华市万林拢减少，花坛即几年是增加。这是中华县会当增加，其实无几个乡镇，所以花坛有较便利的交通，有真好地理位置。所以呢，外来投资者建案侪，人口增加，税收增加，消费增加，带动地方的进步吼。所以呢，税收这个税基，过来第二就是讲，其实吼，除了吼增加税收来源之外吼，增加收入之外，安怎减少支出吼嘛，这嘛是真重要。所以咱即几年来吼，咱人事吼，其实无需要用遐侪人的部分，一个人会当做的物件，其实无需要用2、3个，所以咱控管也很多那个吼没有用足额吼，对，人事也是控管，人事也节省不。你做会去袂？其实应该是会啦，咱衡量状况，系啊，其实实际上，实际上咱讲吼，咱政府机构瘦身，其实我是感觉有需要，因为咱公务单位吼，甲外口真正是，呀，其实咱人员上嘿，对啊，真正较伤嘿啊，所以其实以外口吼，咱企业经营来讲，这应该早就爱瘦身那个这些啊，对啊。所以你是用足实在咧做诶，这个精神。因为虽然有一个这人事控管，因为有真侪讲包括像回乡啦、一下啦吼，什么都很够用，但是我们还是有控管的。虽然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还是名额控管，不想说吼。无需要遐侪人，咱用遐侪人，其实这对工作来讲吼，这足大的负担。这人事吼，咱的薪水吼，人事的支出是一个很大的迄个，所以咱尽量吼，这样缩细吼，无必要的人员咱无必要，非必要的就不用这样子。所以你一项就是有建设，一个就是有人事控管，还佫有无？佫有其实。小福利支出吼，咱即摆虽然是财政省，但是咱拢完全无增加任何小福利支出。无搁增加。因为我想小福利支出吼，有增加啦。有真侪乡镇嘛有增加啦。其实周遭有财政真困难的嘛有发真侪钱啦。但是我想，这钱发落吼，即摆发落一时欢喜，其实对后摆的财政是足大的负担，会拖倒后摆的财政。无做个，其实咱我想人民选咱出来是咱做代志嘛，无应该甲这钱无分好野钱全部发落伊，无安尼钱我就是遮尔，你发落了，我想你嘛无法度做代志，所以咱这方面就拢无增加这社会福利的支出。我想
这会当吼，就当省真侪钱来。啊，无你也要这社福利款吼，迄个金额非常的庞大，而且对后摆吼公所的财政吼，即摆咱发到真欢喜，后摆接面者也是永久吼，这拢无法度废掉。咱的社福利吼会使增加，你也要减少，足困难，足困难的，嘿啊。迄就足容易产生即个动荡啦。对啊，所以这是咱也无增加这，所以会当吼咱的税收税会当欠来，就是安尼。我想嘛是，你讲税收会较济，大家欢喜要来遮建案起厝。嘛是，就是你做了欢喜好啊，大家才要来啊。你若无好，人就袂爱来啊吼。地方若有建设，当然就直直欢迎起来，直直说。所以这是一个足正面的，直直发展出来吼。所以就你家己安尼6年来，咱即摆等于到年底就是一个阶段。你安尼上满意的是啥？上满意的？上满意啊！我要讲就是讲，人就讲镇长吼。正言啊，拢讲人伊的迄个满意度是几落成呢吼，9成呢吼。你家己有捌做过即款的调查无？其实阮是较无做这种调查啦，因为我感觉即种会较无，迄个阮无钱要家己食，阮无做这种调查吼。我想上满意的就是吼，其实花坛本来是一个吼较默默无闻的乡镇。讲到花坛，可能彰化人知影。咱里基伫，尤其里基吼，彰化花坛人吼，出外驻地里基伫台北啊，还是高雄啊，较南北部吼。讲到花坛，其实真简单，讲恁花坛是。除了讲嘉义县，也是较早是台南的吼，看搞不清楚，所以它是无啥知名度。即几年来咱一直咧坚持讲吼，花坛的特色吼，会当发扬出。其实真侪里外驻地拢感受到吼，包括海外的花坛人，也是讲吼，咱台北啊，讲定来讲，乡长啊，即摆咱吼，我伫平均在做，拄啊报咱花坛花遮尔水，大家讲恁遮尔水，伊真骄傲讲。你睇阮的故乡，阮的故乡真正真水，会当来阮遮佚佗，伊要带伊来，会当真骄傲讲出，这就是咱讲彰化花坛，遮尔水的所在。较早其实无这个机会吼，会当迄落，所以这几年吼，包括吼咱开发很多的点，建置很多的花，很多的亮点，这我想这亮点，毋是讲希望讲打造是台湾人会当来佚佗，希望讲打造替台湾打造一个国际观光客会当来的所在。所以，会当真侪花坛真骄傲，讲出，这就是我的故乡彰化花坛，遮水的所在，希望大家使来。我想这是最大的。你家己足满意的，是讲，即摆较侪人知影花坛，拢是个好印象。嘛欢喜来遮住，嘛欢喜来遮食，嘛欢喜来遮佚佗。对。恁来遮哦。就阮一年吼。四季12月份，每个月拢有无共款，水果嘛是真济，花嘛真。最近阮的万里啊吼，李啊500丛，李啊过年时阵，李啊花是开啊足水的。迄阵甲委员邀请我看李啊花吼。对，我看无到。李啊花是足水的水，非常的漂亮，雪白一片，非常的漂亮，足水的。最近是李啊成熟的季节，有啊。恁敢有将规个遮恁遮的吼，规个山安尼？12个月的出产啦，还是恁倒位水，恁有甲做一个什么款的宣导？有啊。阮即个伫咱的金针花吼，金针花本来花坛都种吼，咱去年伫平安夜遐种下了吼，彩色金针的花莲5号吼，以彩色金针伫平安夜遐种下了花莲花。今年咱伫火山岩边吼，种下3万丛哦，足大片的山吼，伊个山势佫真水吼，伫遐种下了3万丛的金针。我想这下摆吼。金针伊就是讲吼，今年一丛，明年一直愈分愈济，会愈来愈济吼。所以密度会越来越高。今年就有开花了，吼。佫有包括咱有树林的迄个金针花园吼，最近几礼拜拢拜托农民吼，那卖万花、老花，互大家欣赏，足济人来，包括外国团队嘛。迄是咧互食也是互看。即农民种，伊是咧买金针花。去卖食用，但是咱是叫伊拜托伊卖万花去卖，留互人看，开放给大家。假日
啊无了去啊。啊，阮有甲伊补偿，补啊，是公所出钱，对还是农委会钱？无公所，公所。哦，公所啊，希望讲大家会使来遮吓啊，看我，而且推广这金针真水，啊，其实这种食用金针嘛最好食。小等，哦，你安尼你算，你有小可算者无？因为伊若买会当趁钱，啊，你是就伊会当卖钱怎补伊安尼哦？对。啊你安尼你就了着啊？安尼公司。袂啊，有一工来偌济人啊，哪会了着？这本来伊就种迄落，因为本来伊就种的啊，咱只是到迄工个买花尔，明仔载伊就好开始会使放去卖啊。假日，阮毋是逐工开吼。敢若卖迄工。对，嘿。啊，伊遐礼拜六甲礼拜，所以伊遐若无明仔载也会使卖。因为咱的金针花是一日花，是工花尔，差不多透早4、5点开花，暗时8点外就已经合起来，所以加一工花尔。啊，迄花安尼明仔载也会食者，还是袂食者？开过吼，就较无好食。无好食。咱一般拢是采收吼，无开的。迄个安尼。慢去卖的拢是无开的。啊，所以花是敢若风看的尔，啊，明仔载就无效啊。伊拢是工花尔，系啊，对。因为咱伫台东吼，你看台东甲花莲县有遐尼济，金针花，迄拢是因县政府补助吼，啊补助就是叫因袂使慢去卖，吼不能这留花给游客来观赏，那创造的观光产值嘛真大。啊，所以伊遮无趁，啊结果是趁啥物？要趁啥物钱？我想讲，真侪人观光啊，包括阮的水果嘛，去万里啊啦，啊伫餐厅啦，带动整个游客啊来虎山园参拜的足侪人的系啊，带动地方。因为咱知影金针花真水吼，但是爱去到台东吼，花莲非常远啦，伊花期嘛头1个月尔，啊，所以有当时间上也是路程上也很遥远吼，没辦法配合啊，所以呢，咱把这花金针山吼来移植到我们这里来。你现在开始想着去搬金针山来食？因为这种金针是金黄色的，很漂亮。甲咱这是平地金针咯，伊这即摆咱种的是上新的品种，或者台东7号、台东7号，伊是上金，是非常的水，嘿啊，的金针。啊，你哪会去想着要种金针，哪无想要种别项？有啊，咱的花嘛足侪种的啊。所以你逐项都逐个月拢无共款的花安尼啊。哦，所以毋是干那是去想着，这是足侪花拢你共想着。啊你这咱知影是讲5月份的花是啥物花？5月份拄啊金针花吼，嘛是金针花。有人讲是母亲花。母亲花嘿，对啊，哦，啊你较会知影讲即个花伫咱遮有适合？啊是有。咱嘛是有去做研究，伊是属于平地种的。平地种。对，是甲咱的台中改良场有关系无？有甲咱建议无？还是你想的你遐？有，我们要去研究这个花适不适合种在这里。啊，真正种起来嘛吼，嘛是今年嘛开足侪花，嘛是真适合。你安尼算算的吼，我想就我所在，你着敢若你往年是本来着恁年吼。上早晚是咱的黄枝仔花。黄枝仔花。黄枝花较大蕊吼，啊，伊是这大概3、4月份就开始蔓啦。系啊，啊蔓即个就是望年花。啊，黄枝仔花敢会当搁做别项作用？黄枝仔花主要嘛是种茶。我来用茶。那是伊的薰茶。所以恁安尼着，莫怪恁着拢直直愈来愈好。足侪花。各项花后效，啊，这李啊，啊，搁笋啊，哦，啊，搁金针。对。啊，搁啥？咱的花吼非常的多。搁토마토。咱的草花的部分，咱种伫个山村老树吼，啊，咱7月份都有吼，足大片的吼，大概6、7千坪2、3甲地吼，咱公所吼做起来地吼，伫遐种花海，啊，就是百日草花海，啊，那10月份呢，咱就向日葵花海，啊，配合阮个有稻田彩绘吼，啊，12月份有波斯菊花海。12月份有波斯菊花，所以敢若伫山村老树一年都有3届花季，拢真大片的花季，系啊，旧年游客嘛来足济啊，系啊。啊，咱伫个中章，咱伫个中章吼，中章伫个中章过139线啦吼，咱有种下啦3期的花，就是讲吼，啊，咱会伫有一期是洋红枫梨木，有300多棵吼，啊嘛拢有会开花。啊，过来的是花旗木，花旗木也很漂亮，最近在开花哦。啊，它是泰国银花嘛，就是也。啊，个兰花楹，它是紫色的，这3种拢是树花啦。啊，咱已经种3、4年，伊即马树龄愈久吼，伊开的花愈水，所以这拢是花大吼，种落了是永久的资产。吼，所以呢，包括草花、树花，吼啊，
搁遮尔济啊，像咱的最近吼啊，像咖啡，最近嘛咧开个咖啡花嘛真白嘛真水，啊，但是也是李亚花，我看果树内底也是以李亚花上水。李亚花伊是规水的，它的真的是非常比梅花还漂亮。阮遐嘛有梅花啊，但是梅花较无开遐尼水，李亚花就真正足水。乡长，你来吼，自你第一遍来，你原来会对遮个李亚啦、啥物啦，一项讲，但是我无感觉讲你是有计划着的安尼，但是即摆听起来是，有这个都你是规个计划安尼直来，啊，即摆逐项都拢发起来啊，啊，而且这毋是敢若发起来尔，以后这就是咱花坛的特色。对。所以你的事情，起初想讲，啊，较会逐遍都拢敢若咧讲，哦，伊即摆咧出产啥物，后边咧出产啥，都拢有当然迄对农民直接看会着成绩，但是即摆听起来是不但是马上有收益啦，马上逐个现在农民都逐个拢足爱你吼。但是即摆听起来毋是敢若安尼尔咧，后壁还佫有你的长期的计划，就是以后的花坛，就是真水的所在，花、树木，逐项拢足水。因为我感觉吼，花上会当吸引真侪观光客。哇，咱为着看樱花吼，走到日本看。最近嘛讲想要行岛看啥物紫藤花啊，足侪人吼，其花会当真会当吸引人林调来。啊，我有林调就有商机嘛，会对地方带来真大帮助。会请来倒啊。哎呀，对啊，所以我想种花吼，啊，而且花坛即个名都真水啊，应该是花足细所在。所以我咧上任的时阵，其实吼，足侪问花坛人讲。你花坛应该花真侪，花坛人讲无呢，花咱拢种伫咧田的，阮遮无花呢。系啊，所以其实遮尔水的地名，我想应该吼爱有花，啊花佫会当吸引人，啊会当带动地方，所以阮就是一直即几年来、6年来种下了足侪树花，啊逐年有种草花，啊金针花其实伊嘛是吼，啊会愈来愈侪，吼伊嘛免每种一次就好，啊毋免逐年拢种，会愈来愈大片。就是安尼，我是咧，因为逐遍来看。乡长来，就拢互咱会看到真水的即个果子吼。你看即边哦，是遮尔水，安尼电酷酷吼，足巴，足强的吼，足强。啊，你看，咱即个包装嘛，遮尔水吼。这吼，这送礼实在是有够。哎呀，花坛鲜果。这拄则足慢的，拄则足慢。你着讲紧中昼紧晚底来。哎呦，来先甲大家报告一下，看，现有看到。这升天哦，哇，这个感觉很好厉害。拢流水暖，拢流水暖。是啊。其实而且吼，这吼，这个李亚是属于吼，啊，较早吼。花坛吼，盐德就是李亚的故乡，盐德村。我会记你是德啊，是嘛是，孙仔嘛是。啊，即摆孙仔出来袂？孙仔嘛出来啊。孙仔是几月到几月？哦，最近开始。啊，今年雨水吼，最近咱的桂德笋，吼，桂德笋嘛，最近出产，过来日德笋嘛在出。继续拢真好，敢是？嘿，因为即摆笋仔吼，较少人种，种笋仔是一件足辛苦的代志，所以种的人较少，啊，需求量嘛真大。哦，已经。哦，对啊，安尼讲较欢喜啊！啊，咱马上就派人进去啊，吼，好真欢喜啊！特别咱乡长来吼，拢有真侪真好的消息报告互咱知。不然即摆知影，毋是干那欢喜伫遮尔，其实佫是后壁则有计划着伫咧推动。我想讲，哈听啊，佫互咱佫详细啊，足有即个整体性，互大家知影讲，哦，乡长实在是足有计划伫咧。在推动咱的乡镇吼，好，咱先互咱的电台做一个广告者。咱即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庄先生换药喽！医生说你的脚伤恢复得不错，以后啊要注意安全哦。哎。
这次因为公出赶着送客户东西，一个不小心走路摔伤。这次呢，你是以健保身份住院，如果是职灾的话，可以在期限内向医院或向劳保局申请退回带点的部分负担医疗费用，以及住院30天内膳食费的半数哦。那我要怎么申请啊？你可以在出院前或就医日起10天内补送劳保职业伤病住院申请书、健保卡及住院费用收据正本到医院。如果无法在期限内补送书单，也可在治疗当日或出院日起6个月内，或者有特殊原因的话，在5年内向劳保局申请退费哦。提醒您，职灾劳工以劳保身份就医，可减免部分负担医疗费用及住院30日内膳食费之半数；但如以健保身份就医，可向劳保局申请退费。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我是林庆台，目演出赛德克巴莱，因为食薰，我目得到心肌梗塞，为死亡的边仔行过，心脏嘛加了2支支架，身体白痛，互我了解。只有健康，才会当帮助搁较侪人。解分吧，做一个真英雄。已大解分，请卡免费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小米，老师讲要为爸爸常常做的代志，你为什么？你爸爸会晓煮饭哦？对啊，阮爸爸煮的甲妈妈煮的同款好食，阮逐工都会斗阵做家内事呢。阮爸爸会晓洗碗、油头壳，阮爸爸嘛会晓洗衫，甲替妹妹换尿珠啊。安尼我甲爸爸嘛爱加油，回去厝斗阵做家内事。性别平等，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小妹呀，你是在看什么？爸，我在看彰化县政府长照服务2项全国首创工作的说明。什么是全国首创的服务啊？第一，辅具得来速，缩短简化申请辅具补助款的繁琐手续，购买辅具最快速。第二，药师到府服务，是由专业药师到家中亲自指导老人家用药。哇，县政府真的很贴心呢。县府用心，我们放心。长照新服务，彰化有一套。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老公，今天爸爸状况好很多哦。谢谢老婆，为了老爸还辞掉自己的工作，全心照顾老爸。对了，你现在应该参加国保了吧？正想跟你说，我昨天去医院照顾爸爸时，遇到一个人找我聊天，他说我没有工作，改参加国保就不能继续累积劳保年资。他还说可以帮忙代办劳保，这样我的劳保年资就不会中断，申请劳保老年给付才领得多。那是劳保黄牛，先假好心说要帮你代办，再抽取高额报酬，可别上当了。而且没有工作却挂名在投保单位参加劳保，劳保局查到了，将会取消被保险人资格。不仅劳保年资无法计算，已缴的保险费也不退还。如果有领取保险给付，劳保局还会依法追还，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有工作加劳保，没工作保国保。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小珍，怎么啦？愁眉苦脸的。王大哥，我去见习的公司倒闭了，公司还欠我1个月的津贴没给，我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工资垫偿吗？这个恐怕不行依规定劳基法所称的劳工，也就是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获致工资的人，才可以申请垫偿。像是承揽契约与训练契约人员，例如技术生、养成工、见习生、建教合作班的学生，因为不是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获致工资的劳工，是不能申请垫偿的哦。那还有哪些人不能申请啊？像事业单位负责人与事业单位间属于委任关系的人，例如公司董事、监察人及委任经理人，以及还没指定适用劳基法的人，例如医疗保健服务业的医师，都不能申请哦。了解了，我毕业后找工作时要谨慎地选择公司。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我等下去坐金店龙，
给老，不那个很抢手，因为人家种竞争很少，而且阮呢，无声，无声。阮哪怕开哪自由，就会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现在是厝边隔壁节目的时间。咱逐工都足欢喜吼，伫咱关怀广播电台会当邀请咱地方的首长，逐个人拢真拼势，足认真咧做。不但敢若讲因认真，结果带动出来的乡情的建设、市情的建设、咱县情的建设，拢是有直咧进步。咱嘛真欢喜透过电台，特别是透过咱的直播，会当互大家亲身看到、亲身听到，实在咧进行的情形，咱这上公开、上直接的，我感觉这是互就是互咱的人民做主人的一个上好的一个实在吼。咱头拄啊半点钟，就听到咱的李成济李乡长，伊是咱花坛的乡长，大家其实伫遮拢熟悉伊啦吼。特别伊若来吼，拢差不多会带来，互咱知影讲哦，倒位当时佫有啥物花，当时佫有啥物果子，当时佫有啥物款的餐厅，当时佫有啥物款的道路佫咧建设，我感觉这拢是互咱真大的安心。伫遮头拄仔乡长有讲打500丛的500丛对无？500丛李啊，500丛李啊，4年前种李啊花足水，足水。即晚今年即个李啊。伊个成绩了，一搭过就互慢了解哦。对，因为阮开放逐个免费台湾李啊，所以足济啊。台北高雄吼，家人哦专定李来。阮捌无着吼，伫遮吼，捌紧捌无着吼，总是要有咱的农民吼。咱一种的，咱使去家己办吼。我敢若听着咱乡长吼，敢若伫伊里面已经鼓励种足济物啊。头拄有讲有金针，有即个。甲有草莓，我会记有草莓。草莓是寒天。嘿，嘛有，即马佫有李啊，佫有토마토。토마토是属于较冬天的。敢若我会记得，敢若嘛，抑佫有香瓜、香瓜的款吼。对。所以一下一时，所以吼，咱看到乡长来吼，伊笑微微，笑啊笑微微，因乡民拢趁钱啊，伊就看着嘛欢喜吼，逐个都伊的支持度就足悬的。即马吼。头拄我看到伊今仔日摕来，伊逐边拢来共城吼，看到即个李啊吼，叮。对，这足慢的，足勇啦，对，足勇的吼。李啊是栽吼，佫袂酸呢。袂。但是我甲你讲，这若是青迄落。即落色的吼，这就一定会足酸的。所以我爱食即种的呢。有啊吼。我较爱食即种的，我较爱食较甜的。哦，这遮尔红，但是佫甜的，佫甜哦，这我上爱。即种的吼，脆度佫愈好，真脆。但是我看了都我较不敢食较酸的，食较红。所以吼，我想讲，这差不多7分熟。若有迄个全熟的些。嫩去，爱食个较无李的滋味。但是有人可能爱食。有人完全足惊酸的，一点仔酸无，则就得爱食迄种。乡长，你这安尼意思是讲，若要买这，都爱来乡公所买呢，还是爱去倒位买？你是不是来讲者？是。咱花坛吼，这主要李啊嘛是伫咱好山岩附近，所以最近有。最近吼来看金针花非常的济啦吼，嘛想要来遮品尝这李啊，因为李啊这其实真好，李啊是一种吼真好照顾，足好照顾。较早因为吼落成济吼，所以差不多50年前吼，咱花坛盐碧川嘛是李啊的故乡，迄阵有满山，笋啊嘛是吼有满山满谷的李啊，李啊山坡的吼属于李啊迄落。咱的迄个笋啊，拢种伫较谷底，吼，所以无共款咯。有满山满谷，开花时阵非常的水啦。几十年来吼，较无。所以咱想讲要伫咧4年前，我想讲要重振这吼，这李啊吼，较早农景。李啊花真正足水，因为我有一届，去
咱清净的看吧，去遐看，足侪人咧赏樱花，但是讲樱花看来无啥物特殊啊。有一丛花，哪会遮尔水哈？这是啥物花？结果我去看，讲我是梨花，梨花哪遮水？我想讲，阮较早福甘地嘛是种梨啊呢。是啊。我就是迄阵我想讲。这李仔花哪遮尔水哈！我爱讲转来我了，就是讲后尾甲李仔就去请教人吼，这李仔安怎吼，就阮伫咱好双岩遐，感谢咱好双岩吼，主委啊、管理委员会啊吼，尽了因拢逐个照顾吼，所以呢剩3、4年啊，今年开出上再规旺起来。嘿，遮尔水的这么美丽的花朵，雪白一片，过年阵。足水的，过来呢，所以有梨仔通好食，嘿，所以嘿足济，所以最近个梨仔个成熟，真正梨仔也水，梨仔嘛好食，所以真正无，所以阮即个办这活动开放互大家来遮买梨仔免费买梨仔，食梨仔赏金针、食笋啊，所以嘛来咱足济诶游客，嘿，是，嘿。好，即摆你还可是无讲讲，你这敢若顾欢喜都毋免卖就对啦。无啦，这是无米啊通卖啦。这个最近几工嘛拢卖甲差不多。无米啊通卖啦。无是啊，因为咱鼓励种植啊，可能无面积无够，因为游客来因真想要体验讲吼，因为咱工作免费开放500丛，迄工来几啊千人拢满员。所以咱遐嘛无吼，所以私人种的呢，就是讲恁想要去体验者，最近。即几个假期来吼嘛，差不多满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尾部啊。即个，咱有你也有几啊种品种，即种品种吼较慢的，所以较有。即摆还佫有。嘿，你也有几啊种品种，即个花期较慢的，所以较有。其他花期较早的，其实是拢结束啊。所以乡长，你是要来共城的尔，就对啦。无咱今年也无迄个。是要卖就对啦。明年希望讲逐个会当来买梨啊。所以我这伊爱来看梨仔花。过年时阵吼，我想吼，咱彰化人毋免去遐想伫咱遮紧啊，咱会当看到遮尔水的梨仔花，非常水。包括我会记吼，过年来花坛看梨仔花。对。吼，然后来看金针花，食梨啊。5月份看金针花食梨啊。食梨啊。即摆无梨啊吼。即摆梨啊，金针花嘛较要尾期啊，拢较要结束啊。所以还佫有无？还佫通食？金针花，有人讲金针，咱即摆咱盐田农民种的吼，是咱大东七岛，即摆是台湾目前吼上好食的金针，伊吼真金黄色的，而且伊甜度上悬，过来呢，就是讲伊。较早话金针炒落会乌去，伊这是改用拢袂乌，伊炒起来吼，颜色嘛足水的，毋管是用炸的吼，酥炸粉炸，还是炒，还是煮汤拢足赞，是足健康足好食的料理。还佫有无？还佫有无？金针花有啊，有我等下去农民去啊，我这即问的要安怎要去倒买啊？原来是来公所上，还是要去倒买？公所其实阮网站，阮农民拢有公布，伫阮的公所网站，对，我们都有公布我们什么农民的，咱什么农民要买什么水果，伊农民的资料，阮拢有公布伫阮的网站啦。各位乡亲，咱即马若无上网逐个就无物通食的。无你就敲电话来公所询问啦。敲来公所问啦。足侪阮公所拢足侪定来询问啦，你食什么，其实都有很多。所以恁公所已经变做推销中心啊啦吼。哎对啊，伊也会来，毋知伊就无法度查着，伊就来甲阮问啊，嘿。这个公所的电话拢会在上班时间内可以替大家服务。所以我想你当然人气会足旺嘛，帮助咱的乡情会提升，帮助咱的财源加足充足的，大家拢欢喜，物仔就卖。无够通卖，因为花坛吼，咱每个月有无共款的物产，水果，所以呢，咱是真多样化，但是量吼较无遐济，所以咱我像花坛农民的水果拢无落巷口嘛吼，无落迄落吼，我想拢用袂用保养是直接面对消费者，其实拢是安尼农民才有收益所以呢，拢是用这种方式来销售嘛吼，所以量拢较无遐济啦，其实销售可能较无遐大问题。所以你若要买花坛物件，其实拢动作爱紧，毋是讲
毋是讲吼，哎呀，其实要动作要快，动作要快，拢无，真正无啊，嘿嘿。吼，听着实在是真摇摆呢，吼，你看咱真正，因为即摆有人来知影互了，就就会定到。所以咱咧听起来足欢喜哦，咱的溪湖，咱的埔心吼，咱的溪州，逐个拢足认真，埔心迄乡长嘛真够推广因的物啊。但是因的方式，就是因为因较单一，较济量很大。对。我想迄就是你若讲落汉到农民就拢无迄落啊。但是花东的农产就是较多样化，吼，真丰富，真多元。但是每一项的量较无遐济，所以拢是直接家己销，咱拢无迄，包括笋仔嘛是家己种家己卖啊。所以逐项拢抢手就对啦。嘿，所以因为毕竟吼，就是嘿啊，咱这消费市场中华遮台中遮离台中嘛真近，台中人足接来遮迄落，吼，万里啊食水果，餐厅用餐拢足济。所以不过搁即个乡长则够推动啦，而且搁会到补助咱的农民，所以该带动起来。补助咱是该辅导吼，尽量互伊会当独立自主，咱该到行销吼。我想补助是拢较，我知影，敢若连即个，恁的即个包装，就是公所会到较手，敢是？公所有设计咧公版，因来当用，会当互咱的对，真好啊！嘿，我想吼，好的物件也好的包装，伊的价值性才会悬，才好卖。这看到这送出去咧，看到拢总统府我直接较去啊！对，吼，伊甲有咱有送互咱的，感谢咱的委员有送互咱的总统啊，咱小总统嘿。所以，咱的总统。莫怪对咱中华县的这个产品拢足有印象。咱中华这，咱嘛真欢喜甲咱中华真济除了花东之外，真济乡镇拢有真优质的农产品，拢真好的物件。哎呀，咱埔心的即个葡萄啦，吼，即个溪州的芭乐，溪州的芭乐啦，哈密瓜啦，吼，拢足好的。咱嘛足欢喜，会当。将咱地方的真好的物啊去推展，大家佫有好的收益。是啊。所以这拢足欢喜。咱其实咱中华人吼，咱愈来伫台北知，足侪中华人拢爱离乡背井外出去打拼吼。离开故乡，离开时代人所以呢，咱要安怎互咱的子弟咱在地发展，毋免佫安尼离开时代人。我想咱这时代人吼，年纪大上大些吼，也是时势会当陪在身边啦，吼。所以呢，希望讲咱创造咱在地就业机会，咱在地子弟会当留伫故乡发展，留伫故乡会当好啊生存生活落。这所以呢，要安怎在地当好生活，我想拢是咱事情爱上重要、爱追求的方向啊目标。我想就咱的乡长安尼咧甲咱报告，就是讲，只要乡长原来足用心咧推动，其实农民会当生活，会当提升，会当在地。佫种出好诶物啊，佫卖好价销，佫毋免惊卖无。对。安尼就足快乐诶，一家就团圆啊！我想莫怪一直进步吼。所以我想这嘛是乡长足感觉足满意诶即个所在啦吼。佫剩一丝丝仔时间，我伫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即个园区，咱诶台语文园区已经总统也来。举行即个开幕的即个仪式啊，共款我会记哩，当时我收3个几年啊，一个是咱的台语文园区，即摆做台语文园区。咱花东我原来有一个园区吼，即个几年啊，但即摆咱毋知有啥物计划无？我想即个几年嘛，感谢迄阵咱委员馆长吼，迄阵吼也收回迄非常公所迄落，所以遐即摆吼除了咱起好伫咱全国吼上名网球训练基地伫咱叫做，所以咱足侪国手拢为遐训练出来。遐嘛有真大，阮嘛伫遐有种金针花，迄是菜市金针。遐整理甲吼，即摆嘛有真地绿地，互逐个当去运动休闲。所以我想即嘛感谢咱馆长吼，周馆长迄阵的迄落努力所以甲即个地手段会当地方会当好来利用。即摆敢有特别的计划，还是就安尼？特别的计划，我想伊遐树仔就真水，伊咧做，我想一个绿地嘛是真好。而且所以咱迄落因为树木吼，甲咱成功园区共款，树木拢真水。迄种足济年的老树，都是种足珍贵的老树所以呢，迄种我想这是一个真珍贵的树仔伫遐，所以咱尽量树仔拢无去来破坏，互伊会当继续伫遐好生存。
啊，就是讲，因为有类似即款的想法的时候，咱好好来甲伊规划，互伊搁较会当有搁较大的即个作用。我感觉咱会当共款来用心。我想这台语园区嘛是咧努力遮侪年吼，哇，咱全国唯一的所以呢，真正感谢委员20几年来推动啦吼，这为了保存咱的本土的语言吼，咱的母语所做的付出甲努力我讲有了成果吼但是我想这吼咱要继续努力啦，大家拢爱搁一努力嘿。我想尤其我讲吼，爱需要讲咱伫为家庭教育开始，我想吼也是爱吼爱重视吼，因为即马考试后考，我想家长一定会重视所以一定要继续努力，希望讲吼，甲咱的下摆咱的考试、升学考试咱的公务员考试，拢爱纳入吼，安尼本土咱的母语部分，我想吼后纳入呢，我想吼，足侪父母就伫厝诶教咱的知识，咱的母语。我想咱的母语世世代代千百年来吼流传来吼咱有即个责任嘛，有即个使命爱甲伊延续落，这是咱的责任嘛，咱上重要工课所以感谢委员哇，遮尔用心来延续咱的母语，看到咱这社会朋友拢会当讲到，遮尔足侪咱讲到咧母语讲咱的心内是真感动，嘛真感激希望讲会当咱的伫即个土地上的咱的母语台语会当世世代代延续落所以我想纳入升学考试拜托，我想爱立委可能爱这是刻不容缓的代志，应该是非常重要你家庭也有重视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有甲咱的知识讲咱的母语，我想这是上重要，无伫遐教拢一礼拜才一节尔，40分钟尔。嘿这是咱变做应付性质毋是伊的母语所以呢，我想这咱即摆咱同之前咱应该嘛爱来推动即件我借即个机会，先甲大家报告，咱的花坛乡长李乡长，伊对于本土语言的推动非常的用心。因乡公所逐年都编预算来举办咱的台语演讲比赛。今年嘛是共款恁的时间是定伫11月才要比赛。伫遐即马就先甲大家报告就开始就会使开始准备咱所谓准备，毋是为着要应付演讲比赛，就是讲希望伫咱的家庭内面，就会当通本身就日常就会当讲母语啦所以阮就讲，咱推动迄个阮兜讲台语啦台语家庭大家欢迎你想讲像即款的活动，毋知咱公所会当通伫咱全花坛乡来推动即个工课无？对，我想咱这台语演讲即几年来咱拢有持续举办，感谢咱委员合作，因为阮这当初对这嘛较无来人工作迄落所以呢一直推动。我想对因咧咧一种奖励、一种肯定但是咱若普及较全面性的，应该就是讲拄则讲的这个对家庭要重视，就是爱安怎考试一定爱纳入升学考试一定爱纳入若有成绩有纳入呢，我想家长会重视咱的母语才好度延续落延续咱的母语，我讲咱才袂愧对咱的咱世世代代咱祖先留来千百年的咱的强调咱的语言伊的民族我想咱语言的流失，咱的文化嘛无去，根嘛无去所以呢，我想这推动咱母语延续咱一定叫感谢咱的董事长、咱的周县长的努力，那么一直会继续支持我特别来感谢咱的乡长，真正是足用力的推动所以我嘛想讲要来拜托咱乡长，是毋是伫咱的乡情的推动，咱的日常普通中间来拜托伫咱的乡情中间，我来将这就是讲，阮兜讲台语，但是咱若是客家拢当然会使讲客语啦就是原住民当然讲原住民语另外就讲家庭内。若家庭大家做伙食饭，嘛讲一下台语，放互细汉的，就较无咧讲，较无咧听，咱就一直甲讲上无伫厝里，咱伫家庭内咧用
即个语言，就用咱家己的母语。我是讲，这是上基本，嘛上省钱啦，毋免搁去请老师来教吼。厝内就是安尼讲，即个环境是上要紧的。我嘛特别要甲大家报告，咱花坛乡有咱的即个乡土的老师吼，恁像咱若办活动，花坛乡就会派来说明介绍花坛，迄大家反应足好诶。就亲像阮有写讲，等中华，我嘛希望花坛我来去写一首歌，好毋好？花坛来。迄首真好，啊，那委员迄首啊写足好，甲咱。咱花坛嘛来写一首啊，好无？明年吼，都来甲推动一下，安尼好毋好？是，好吼，这真好。好，咱真非常多谢大家。伫即个中间，咱想讲，伫中华县今年内面，咱县政府有讲上无要推1万户台语家庭。所以即摆吼，咱敢若伫即个咱的节目中间已经500几户啊，已经有500几户。所以花坛乡吼，你若拜托看咱伫倒一个单位会当，我若甲推动落去吼。咱我若有准备讲。像到到年底，未选举进前吼，咱就来办一个大聚会吼。可能原来有一寡礼品吼，会当大家来鼓励一下，嘛是咱的一种的成绩，你看好毋好？这真正会使啦吼。所以你看，咱的委员吼为着咱母语的延续咯，哇，真正非常用心甲认真啦。伤康安尼。这是话所以令人感动吼，真正。咱大家继续支持，咱委员的推动。咱的乡长吼，任期到，就是要选议员哦。我想吼，这应该是大家的全力来支持才对啦吼。拜托大家，互咱机会，搁继续替大家服务。嗨。回收低污染、省资源特性的环保标章产品，降低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就是友善环境的一大步。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邀您一起绿色消费，守护环境。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恁厝内垃圾哦，是毋是定定听袂清楚？转过来，转过去，较准就是收袂到。来，关怀电台即马介绍你一台上新上赞的垃圾哦，会当设定时间、设定电台、锁定频率，也阁有电子显示荧幕。除了听 FM 加 AM 以外的节目，阁会当定时做闹钟啊，嘛会当插耳机。不管厝内插电、出外斗电池，拢真方便，而且美观阁大方，遮尔赞的垃圾。